底要安怎有效来防止啉酒开车呢？法务部打算要受罚落重重来处罚，要用超故意杀人的重罪来判刑。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再去针对啉酒开车的现况甲受罚的方向做专题报告。交通部长林佳龙讲，会配合法务部研究相关的法令。啉酒开车一件过一件，造成真侪无辜民众的伤亡。这修法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法务部又以修法向故意杀人方向来严处。交通部长林佳龙会再到立法院备询，表示纳入讨论。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法务部来配合，好严厉。对于酒驾零容忍。根据交通部报告，2003年到2007年，啉酒开车的人数341448个，两次以上的有88355，人数大约占2成，占总件数将近4成。要安怎让人唔敢再再犯呢？恁两个单位要赶快配合起来。要缴罚金，达不到效果。你开什么车酒驾，我就没收你什么车，管你什么劳斯莱斯还是小货车。因为也有涉及到可能租车，或者是他酒驾但没有肇事，还有其他的一个情节的差异。我想这些都必须在执法上一并纳入考量。现行宪法规定，啉酒开车条数，致死3档以上10档以下有期徒刑，当伤者处1档以上7档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当来建议是不是搁再提悬？另外，有关车辆是不是加装酒精锁，卖甲各部会讨论。各项措施是不是当落实？除了啉酒开车，也搁有虐待儿童修法，拢比咧做是优先法案。就看立法院是不是当快马加鞭，在本会期完成处理。